实咧轰炸加沙力头无长远，巴勒斯坦的官方讲，加沙计共超过2万人罹难，占总人口的1%。德国去年下年尾，有民众甲警消拳炮啊，害30个人受伤。所以讲今年当地有可能会禁止卖烟火甲炮啊。越南的下龙湾因为观光业愈来愈兴，人多本数就多，天然的生态严重受到伤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后礼拜就是新年2024年啊，这一年来国际是发生真侪大代志。联合国的秘书长昨日发表年尾谈话，呼吁全球爱合作，同齐解决冲突甲气候变迁。另外，美国纽约昨是举办一年一届的大摒扫日，是甲这摆文写伫咧字条顶头摕去烧掉，希望会当消灾解厄。Let's say goodbye to this. 一百会烧掉恶棍甲所有无爽快回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年度大扫除日，民众伫白纸顶悬写这一年来想要摆脱的代志，为了将这负面能量听入鼻孔内底烧掉，搁伫个五灰十色的纸顶悬留新年新希望。That was predominantly just very hard, upsetting, tiring, scary, and just ready to just move on. It's been enough. 除了希望个人运势一切拢好，真侪人搁烦恼全球局势，祈求加沙冲突会结束。各地有老无厝的难民赶紧找到安心的所在。Even with the immigrants here in New York, I pray that there's some type of settlement that comes with that, and everybody can just have what they need. I wish an end to the war, all wars, both, it's just horrible what's going on. Political unrest. 联合国秘书长第2日发表年尾讲话，伊回顾今年全球经过苦难，提醒世人不应该互相指责甲受困。2024 must be a year for rebuilding trust and restoring hope. We must come together across divides for shared solutions. 古提瑞斯特别讲到，即马咧发生的军事冲突、加严嘅气候变迁问题，呼吁新的一年世界应该团结合作，斗阵为和平、永续甲人权努力。公司新闻杨眼朋友。下年活动上有气氛的，就是倒头算了后的烟火秀。不过，德国去年下年尾是有民众甲警消拳炮啊，至少害30个人受伤。所以讲，今年德国社会都咧讨论，敢要禁止卖烟火到炮啊。有真侪人认为讲放炮啊，毋但危险，佫会制造空气污染。德国警方戒备巡逻，避免去年跨年活动危险的代志搁再发生。2022年跨年暗暝，包含毗邻甲其他重要城市，警察、消防人员甲救护人员真做乱放炮啊，民众攻击目标，敢若毗邻就至少有30人受伤。Wir haben festgestellt, dass im Laufe der letzten Jahre sich in der Silvesternacht immer mehrere tausende Menschen am Marienplatz versammelt haben. Es wurden auch in dieser Menschenmenge wurde unsachgemäß und auch leichtsinnig mit Pyrotechnik umgegangen, sodass auch die umstehenden Menschen, das ist eine große Menschenmenge, da ist wenig Platz vorhanden, dass die umstehenden Menschen gefährdet wurden. Teilweise wurde die Pyrotechnik auch gezielt in Richtung von Menschengruppen oder auch Einsatzkräften abgeschossen. 虽2023年1月结束，德国的跨年烟火2月又开始卖，严格放炮啊，甲烟火除了稳重的危险以外，也造成空气污染。烟花是毋是不用卖争议？根据德国的法律，伫教堂也是边附近放炮啊，系用处上悬5万块欧元，相当170万块大票罚款。也若无经过同意，凊彩放烟火会被看作是刑事犯罪。Das ist für mich eine Tradition, das gehört für mich in gewisser Form zum Jahresübergang dazu, wie der Weihnachtsbaum zu Weihnachten und die Ostereier zu Ostern. 国际间真侪国家放炮啊、放烟火，拢已经是跨年暗暝活动上界重要仪式。不过，包含德国卫生机构、警方甲环保团体拢呼吁禁止放烟火，就已经部分城市伫市中心，尤其是人车真多、真快过路上设立禁止放烟火所在。希望大家拢会使欢乐平安来进入2024年，也对环保来尽一份的责任。公视新闻新闻批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
日本做年头农产品的公司好友，是去和中国监管机构线顶调查。这下境调查是真罕见的案例，所以讲日本的企业就真烦恼讲，中国对外资的监视愈来愈严。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甲日本拢讲家己有独岛的主权，不过南韩军方新版的教材却是讲这独岛有主权争议，先家己吹皮。总统文心会得真生气，下令回收教材。英国《Times》报道，英国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这胃内底有感染幽门杆菌的患者，10年后得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是比无感染的人加24%。上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以色列军方承认因的空袭行动是误碰到难民营，表示遗憾，不过并无因为安尼就停止轰炸。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分校的校长拍色情影片，去互当事回事透露。不过，这个校长是认为校方侵犯言论自由，按算要提告。英国对这礼拜三开始落大雨、甲大雪，交通受到真大影响。英格兰的北部和苏格兰已经有10万户停电，超过几百栋厝受损。风库当中一只飞机准备降落。出伫要到跑道的时阵，因为强风喊甲真厉害。Stop it！ 伦敦希斯罗机场惊险的一幕，互连线记者是叽叫，惊人的画面也佫出现伫曼彻斯特，受格里特风暴带来洋风大雨，不少厝的厝顶被掀飞，有上百栋的厝受损。I mean, to be honest, I think we've been fairly lucky compared to some of our neighbours. Some of the neighbours' houses are an absolute disaster. The roof's missing, gable ends gone, cars squished with all the stone that's come off the houses. 英国气象局表示，一场雷暴伫大曼彻斯特郡家，佫产生强烈旋转上升气流，加做加烈风，继续差不多1分半钟。格里特风暴支持攻击英国，威廉甲巴伦敦、布里斯托、伯明翰甲苏格兰、威尔斯等地拢传出灾情，9万户停电，上到阵风超过时速130公里，强风带来超大雨量，地数部分航班取消，地面交通也受淹水影响。A fair degree of surface water out there. So, like I say, we're encouraging people to drive to the conditions, allow additional time to complete the journeys, take some essential kit with them, some water, some warm clothing, etc., a fully charged phone. And if they do come into any difficult situations, to phone the emergency services. 气象部门表示，恶劣天气也会继续甲就关苏格兰部分地区会继续落大雪。公司新闻电话前报道。来关心国际冲突，以色列将是直接甲战车驶入加沙中部发动攻击，搁bomb加沙的南部。巴勒斯坦的官方就讲，这24点钟内一声就超过200人死亡。战争到当时已经超过2个半月，加沙超过2万人罹难，占总人口的1%。搜救人员是表面底学，甲呼救队下骹都有咧喘气的查某红婴仔成功救出来，哪破哪用走的冲去病院。只是讲才尽力在救人，但是外口的死亡同款一直发生。以色列的战车日被驶入去加沙走廊中部的布赖吉，帮南部主要城市汉尤尼斯市中心的一间病院。南部和埃及相接的边境重镇拉法，有几十个人因为空袭死伤。אחד באזור הנקרא אל-בורג' זה אזור במחנות המרכז, שם אנחנו ביום השלישי להתקפה. הורגים מחבלים רבים ומחסלים תשתיות טרור. 巴勒斯坦的卫生部门讲，过去24点钟内有210个人伫以色列的攻击内面死亡。以下冲突以来，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1000人，已经是加沙人口的1%。皇帝伫旁边建物下骹是失踪的，恐惊还有几千人。就算美国已经公开呼吁以色列爱拍较准的，缩减对加沙地面进攻的范围，但是以军对亚旦这进程，施展的火力敢若一直升级尔。哈马斯嘛放出伫布赖吉的战斗影片，互外界知影讲以色列嘛受到攻击，而且有人伤亡。伊方讲目前加起来有169个士兵战死，过去一礼拜是冲突以来伤亡上惨重的。انفتاح الحركة على أي أفكار أو مقترحات
لوقف العدوان بشكل كامل ونهائي。另外，以色列伫救人质的部分，会使讲是无什么进度。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指白讲，11月底停火协议内面有110个人互放出来，还有23个人已经宣布无消无息死亡啊！埃及继续到协调，顶礼拜和哈马斯的头人见面，提出3阶段的停火计划，但双方拢无回应。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另外一场战争，乌克兰罗西亚是已经战1年10个月。军人伫咧前线拼生死，罗西亚国内说是逼出正常名流办烫发体 party， 引起社会反弹。在参加者当中，甚至佫包含总统普京的教女，一个新闻主播苏布查克，风声讲普京是真生气。穿乌西衫的俄罗斯歌手吉尔科罗夫，大方和翕影片的人伸手摸身体，更加穿白色半透明衫的女歌手米利亚夫斯卡哪讲哪笑。在俄罗斯士兵一直投入乌克兰前线作战的时阵，国内煞伫20日，莫斯科一间夜店举办主题合作烫发体幻想派对，门票要100万的卢布，差不多是台票将近34万块。主办的人是布洛克兼电视主持人伊弗列娃，要求出席的人服装爱接近无穿衫，吸引真侪正常名流参加。严格活动相片甲影片传出来了后，就引起大众批评。Если вы гуляете, вы хотя бы не снимали это все. В такое тяжелое время они бы хоть постеснялись, вот им не стыдно перед теми, кто за нас сражается. Я считаю обоснованно. 对此支持俄乌战争的前克里姆林宫的布洛克、国会议员甲活动人士拢真生气。虽然真侪参加的人陆续公开回事咧，严格有关和判刑罚款，甚至有人失去公共合约，因此甲主持的时段互删除。饶舌歌手瓦西奥因为迄一天只有穿鞋仔，甲用一个鞋仔甲下半身砍掉的，和莫斯科法院用扰乱治安行为宣传非传统性关系，判刑15天，甲罚款20万卢布，等于是台票68000块。而有名新闻女主播嘛是总统普廷教女的苏布查克嘛出席这场活动，引起普廷无欢喜。税务机关嘛开始调查主办人伊弗列娃有可能互判刑5档的徒刑。另外，还有20多名民众集体提告，要求遗体造成大家的道德伤害，进行赔偿10亿卢布，差不多是3亿4千万的台票。公司新闻台是同编译。美国前总统 Trump 涉嫌伫咧2021年的时阵，煽动支持者冲入国会大楼，牵动叛乱。所以讲，即阵美国是有几个州拢咧判讲，即 Trump 敢佫有资格通好参加明年总统大选的初选。目前缅因州嘛裁定禁止 Trump 参选，是第2个禁止的州。科罗拉多、缅因甲其他10外州要伫明年3月7日，俗称超级礼拜日举行初选。选务人员爱伫1月7确认参选人名单，才通印选票。伫几落个议员联名提案，缅因州主管选务的最高官员民主党籍州务卿贝劳斯28公布34页决议，内容讲依照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3条。煽动支持者伫2021年1月7日攻击国会大楼的前总统川普，袂使参加初选。这是伫科罗拉多了后，第2个讲川普袂使参加2024总统大选的州，也是头一个由选务官员裁定的禁令。全美国各地引用这项条文，控告前总统川普的司法诉讼有几落10件。目前已经做出判决的州已经无共，明尼苏达州甲密西根州分别伫11月甲12月27裁决。允准川普参加这个州的总统党内初选，所以川普团队针对禁令提出的上诉，是毋是会互人驳回，也甲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拢会加添选战的变数。Several weeks ago in November, the Minnesota Supreme Court concluded that he could appear on the ballot because state law didn't have a mechanism for excluding primary candidates from the ballot for judging their qualifications. And then in Michigan on December 27th, the Michigan Supreme Court had effectively a similar ruling. The Court of Appeals had said there's no mechanism for us to judge qualifications in a presidential primary. The Michigan Supreme Court took it and said in a very short order, we don't see a reason for us to take on this case.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2023年大代志，在科技方面上界重要的议题就是 AI。去年底 OpenAI 推出开讲机器人 ChatGPT 了后，真侪科技大厂拢小刷研发 AI 产品抢市场。
不过，这 AI 做出来影像甲文章等等，是牵涉假消息、侵权，佮有道德真侪争议。也若是环保方面，今年全球的气温是破上高温的记录，南亚空气污染恶化，日本漏核废水入大海，拢是真受瞩目的话题。咱做伙来看。 2022年年底 ，OpenAI 公司成功开发出 AI 人工智慧的开讲机器人 ChatGPT， 让 AI 科技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其他的科技大品牌嘛，在咧小争研发出类似的产品。敢若伫2023年2月，就有 Google 推出的 Bard。Microsoft 推出的结合 AI 技术的搜索器 Bing， 就连中国嘛推出功能淡薄仔落差的 AI 开讲机器人文心一言。2023年，应该讲是 AI 科技发展的元年，但是 AI 科技嘛引起不少争议，尤其是 AI 做出来看起来敢若是真的，其实是假的影片，也是假的新闻，拢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真严重的混乱。所以美国国会就特别举办听证会，要求业者要重视这款问题。I think if this technology goes wrong, it can go quite wrong. We want to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为着要防止 AI 所带来的风险，欧洲议会伫2023年6月表决通过全球第一个监管 AI 的法案。美国总统拜登嘛伫10月底签署美国头一个 AI 的行政命令，要求业者伫开发对国家安全有风险的 AI 科技的时，要甲政府分享安全测试的结果。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 WMO 9月所公布的数据，2023年6月到8月是地球有记录以来上热的3个月。南极的海冰直直扬起，面积比30年前减少260万平方公里。Sea ice loss and the sea level rise that will happen from Antarctica are global consequences. 气候暖化其中一个真主要的原因，就是碳排放量伤悬。 今年第28届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8， 总算是头一摆同意甲能源转型、脱离化石燃料写入去决议当中，为减少碳排放量踏出新的一步。瑞士空气品质科技公司 IQ-Air 伫2023年8月公布全世界空气污染上界严重的城市，第一名是印尼的首都雅加达。 不过，当年若为10月底开始，全球空气上歹的所在就会变作是印度。印度首都新德里11月初检测到的 PM2.5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定的标准的25倍。病院内面阁真侪幼儿仔，因为空气污染强要袂喘气。ऐसे घबराता है थोड़ा बहुत और उसके बाद जकड़न सर इसमें。那是印度附近的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空气的品质嘛拢是非常差。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空气污染的问题会让印度、巴基斯坦的民众平均减活12冬。2023年8月24号下晡，日本福岛核电厂开始将第一批核废水排入去海底，17天总共排放7800公吨。虽然东京电力公司强调，这核废水有经过真严格的处理，但是还是引起附近的国家真大的反弹。南韩的鱼市场生意马上受到影响，大家拢开始唔敢食海产。中国的民众佫惊甲四界抢要买盐，讲是要摕来对抗核废水内面的辐射物质。我找你来另外地方吧。日本伫10月到11月，佮继续排放第2批、第3批的核废水。虽然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嘛出来挂保证，讲日本排放的核废水完全无问题，但是中国官方伫8月24就宣布要全面禁止日本的水产品进口到中国。日本政府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抗议，不过中国甲日本因为核废水所引起的纷争，短时间内犹原是真歹化解。记者甘美恁编译。世界新7大基建越南的下龙湾，这款工业是愈来愈兴，不过就去伤害到当地上界重要的天然资源。这原本水是清的海水，即阵是规大堆的粪扫，连这酸污都减少一半。坐旅游船欣赏美景，搁翕一张仔相，也是到海沙堡享受休闲的生活。越南上出名的景点，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自然遗产的下龙湾。这几年来，吸引真侪游客来看下龙湾深蓝色的海水。不过最近游客看到的是海水搁掺粪扫，也加油的污染物。vất vả nhiều, chung là gấp bao nhiêu lần mỗi ngày thường cơ. Mỗi lúc cơ, đến là chắc phải đến 2 tháng, hơn 2 tháng ấy chứ. Nhiều rác đấy, làm cũng tương đối vất vả. Thấy là mệt mỏi lắm đấy. Bởi vì hớt cả ngày không có cơm ơi.
下龙湾较早有一阵啊观光快速发展，去年都有超过700万人来遮佚佗。人阵带来观光财，晚近下龙市饭店高级厝体游乐设施一个线一个起，不过这个设施便利游客，煞互海岸线大塞车，国家粪扫处理的速度无对着开发速度，到尾都是真侪废弃物流入海沙坡，污染规个下龙湾的水质。I was actually expecting for more blue waters in Vietnam, but because that's a lot around the world, the pictures from Vietnam is like blue waters. So from flying from the top, we did manage to see some spots of that as well. So, but otherwise, we would like to see cleaner waters. 越南政府今年真侪届动员大认真地清洁下龙湾，不过往往1-2个月后，粪扫就会搁浮伫海面。根本的原因也是粪扫管理、污水处理无改善。越南环保人士估计，下龙湾本来差不多有234种漩涡，即马数量可能敢若剩一半。若做安尼继续落去，毋但海洋生态会破坏，垃圾的下龙湾水性，恐惊游客嘛会无兴趣。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益生菌对咱人的健康真有帮助。英国有一个建筑系教授认为益生菌毋但会当食落巴肚内，伊是甲益生菌加入建材，用即款建材起厝亲身带伫咧内底。黄望证明讲，即款建材会当帮助身体健康。伫咧展览空间的一个壁角，2片墙顶头，规个拢是涂料微生物加有机物质，以特别的方式摆展。会让看到微生物下骹太落的材料是设计做正侪空的几何图形，空气经过表面的时阵，微生物就对空房内面落来。So we use low levels of water in the concrete mix, but then we've got the soil material which reveals itself on these front ones, which plays a role in both the aesthetics of the project, but also in having these areas where this material will eventually sh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experiment. 这是建筑教授贝克特的迷你工作室，受到日本森林业的启发，伊设计这种益生菌墙，让人唔免去大自然就能接触这款微生物，希望会当对身体甲心灵有正面的影响。Yeah, it's an unusual approach, and we've had for so long this idea that all microbes are germs and everything is harmful to us, and that's definitely not the case. 贝克特以几个礼拜时间，拢伫咧这个小空间内面做人体实验，结果用抽血分析家己的免疫反应，观察人若长期伫咧这种微生物的环境内面，身体有什么变化。This is a pre-study studies, and so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ve taken cells from Richard. And then we've banked them essentially here, and then we're just going to take blood at sequential samples and see whether there's any changes in that. And of course, what we'll be looking for possibly is a trend that way, or even a trend that way. And it allows us to engage with that notion of small spaces, what it would mean in urban environments, probably more than rural environments, of ways we can really increase nature into our spaces. 虽然这项实验并无遵照严格科学方法，不过专家也是正面看待。希望贝克特这项实验的成果会让帮助生物完成建材研发。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